全網被鬧得最慘嘅樓盤十里銀灘，佢嘅生活配套究竟係點樣？作為惠州本地人啦，我哋今日用最真實嘅第一視角同大家一齊探訪下。喺結尾嗰陣時啊，會有驚喜噶。大家如果係有幫助嘅，可以點讚加收藏呢一條視頻。咁碧桂園從2011年開始發展到而家係超過咗6萬伙人嘅，一共有6期。咁我哋從第一期開始一齊探訪啦。咁我哋先嚟睇翻1期嘅配套啦，生活真係好方便啦。本身1期就有自己5星級大酒店啦，鳳凰大酒店啊。樓下呢邊仲有個商業圈喺呢邊嘅，麥當勞啦、瑞幸咖啡啦，同埋超市都有噶，仲有好多啲美食啊。咁1期呢邊本身有自帶嘅一個巴士總站嘅，同埋幼稚園喺呢個位置。隔籬啦，仲有一個銀虎市場啊，係一個王者般嘅存在嚟噶，花樣多到連本地人都會嚟到呢邊嚟採購噶。到2期呢邊啦，就有公交車發車點啦，同埋社區醫院喺呢邊嘅，細蚊仔上學都唔使憂啊！碧桂園十里銀灘嘅鳳凰學校，從小學一路到高中全部搞掂晒，從15年嗰時就已經開咗學噶啦。睇翻3期啦，商業圈嘅頂樓啊，咁有海鮮街啦、金海岸商業啦，行街真係行到腳軟啦。2家大超市、2個菜市場都喺呢邊啦。咁體育館啦、遊艇會啊，直接可以承包你嘅一個運動休閒噶。4期樓下就有公立小學啦，樓下啲餐飲都係全部開晒噶，非常之有度假 feel。咁再到5期，1萬平方嘅商業全部開晒，生活需求一站式滿足啊！門前仲有藍天白雲，仲有埋個沙灘添，係咪好舒服？6期呢邊雖然話商業仲喺度發育緊啦，但係佢嘅海景會所真係好靚啊！入邊仲有自己嘅私家宴會廳，去接待下朋友親戚嚟到呢邊就餐。負1樓仲有個 KTV 房以及個桌球室，咁閒餘之時啊，接待下啲自己朋友親戚嚟到呢邊玩，係咪更加有面？嗱，咁總結落嚟啦，其實十里銀灘呢邊嘅配套真係超絕啦！遊玩、教育、醫療、交通、商業，全部都有5大含內啊！咁13萬平方米嘅商業圈啦，300幾家嘅商家喺呢邊食飯買餸，全部都唔使憂嘅。不過都係有少少缺陷嘅，呢邊冇大型嘅一個商業綜合體啊，要去到30幾公里之外嘅萬達廣場嗰邊，的確係有少少遠啦。同埋冇一個大型嘅3個級醫院啦，急病嘅話睇起嚟可能就唔係幾方便啦。嗱，究竟邊個係適合住喺十里銀灘呢邊嘅呢？其實有3個，第一個係退休嘅長者，咁呢邊係有一個慢節奏嘅海邊生活啦。咁第二個係一個度假愛好者啦，周末同埋節假日嚟到呢邊飯平啊，性價比真係拉滿啦。咁第3個就係一個陪讀嘅家長啦，咁呢邊有知名嘅學校啦，同埋一個舒適嘅環境，真係一舉兩得嘅一個地方啦。咁點解網上有咁多惡評嘅呢？咁其實第一點啦，就人紅是非多啦，好多人為咗博取個流量故意惡評嘅。另外不排除有啲同行各惡意競爭噶。咁第二個就係早期啲炒博客啦，蝕咗錢啦，咁喺網上嗰啲發洩下自己啲情緒。咁其實每個樓盤其實佢都有自己嘅優缺點嘅，只不過十里銀灘呢個樓盤係比較適合啲特定啲人群啦。咁我哋今日啦同大家分享咗2集交通同埋一個配套啦，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繼續去探翻其他啲盤。